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世间纷纷扰扰，风波不断。咱心肝有啥物款的挖口？那以早真侪人拢会拜城隍爷，因为城隍真灵性，阴间的班用会行。讲起来，城隍庙内底有连队，真正就是咧提醒人讲，人都爱做好，唔通做歹。国政上来讲两对啊，甲你做参考。头一对。来连队诗句讲：天理昭彰，劝众生早避恶行；心灵协作，愿君礼，宜修善心。这对连队见面典故讲：天理昭彰。城隍老爷最出名就是庙顶挂一块牌匾，有迄个城隍庙写3字，讲你来咯。是啦，就是讲哦，你来到我的面前咯。毋则讲天理昭彰，劝众生。恶行唔通做，啊，心灵协作，就是讲为灵显赫，愿君礼。这个君礼，就是表示利民，普遍的百姓啦。愿君礼，宜修善心。你所做代志，上文嘛讲有4个人知，就是咱知影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莫讲无人知，毋则着爱早避恶行。歹代志你千万唔通做。啊，愿君礼，所有利民百姓，你着爱修善，着爱向善。过来，另外来讲一对，原来城隍庙足出名的连队。诗句内底典故讲：司察严明，用法领导，阴不露。下句讲：司查果断，善心好报，恶难饶。司察严明，就是讲城隍老爷阴间的班用会行。阳间虽然法律你脱得过，啊，毋过阴间城隍老爷目睭金金咧甲你看，绝对袂走险的。司查果断。就是一点一度，实在内底拢甲你记甲明拄明。你做善心，善有善报，恶难饶，恶有恶果。当然过去，因为司法都无像即马遮尔进步。咱讲正经的，当然上界出名，历史上人讲清官名官戏出定咧做的包青天。以现代法律的角度来看，包青天逐项拢包。伊身躯边的王朝马汉，这就是譬如敢若警察去抓人。啊，包青天家己做法官呢，龙头早、狗头早、虎头早，早了有死无生，那冤枉的救袂转来呢？这毋是国政所讲，是宪法的专家李鸿禧所讲的。但即马现代三权分立，司法愈行愈清，愈行愈明。咱望讲城隍老爷的信仰，甲咱提醒现代社会，咱都要追求一个司法的进展。望讲天地中间，从此无冤枉的哭声，你讲看有影无？总是时势一时风，势一时阵，有真侪代志，毋是讲人会当疗伤会着。